有信心吗？有。还是我觉得口袋甜很有上哎。是不是不想跟伯谦叔叔一组？怎么？等一下，叔叔是什么意思？然后用厨师天数眼毛。好啊，好，看考虑一下。嘿，你上拜厨师天数眼没有好的结果。本金回到嘞，好冇？摆到底的马莎啦。乞丐会开串烫，他会告诉，还要把妹。男友，你赞同很一吧？这比你懂欢喜耶，嘿，你专门都会有冲乐透啊。我嘛哪有乐透好？就算有也不能讲了哈。太黑了。叶偶像嘿，甚至是真的吗？真的哦。对啦，是这种偶尔像哦。哇，我们的色彩很澎湃哦。哇，你提米白了，你的目的很明确呢哈。很爱啊。就是要把食材的钱拿回来。你们有看到那个酥肥鸡胸肉吗？好美腻哦，人家舌木是粗嘞，人家嘴嫩嘅虚姐嘞。哦，可以可多后生嘞。你怎么驼背那么严重？太高也会有困扰。哎，所以我故意站这边，你有发现？对啊，我们这个琉璃台是为张伯谦的高度设计。Hello， 各位天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分享薯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講白跳。今日嘅動歡喜吼，來到也唱嘅當司期嘅 visa 哦，來到也新竹師弟都嘅也西北強哦，嗱英雄同真呢，哎呦，送賣了也6樣嘅時間啦吼。動年。戚師傅就周圍一出有關嘅用金箔做料理，前一年啊就得到金鐘獎誒，就在那個位置。啊，見唔見盧師傅帶咗馬東西啊？哈，等下看啦吼，糖果係凍好食嘅料理哦。好，3號來呢，馬上來分享到品盛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阿尊平師傅。大家好，愛盧師傅。阿邊講你好。大家咧分享凍後生嘅凍地懷師傅，林選傑林師傅。跟朋友大家好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來倆組嘅參賽者，係送一季嘅時間就來參加過咯。媽媽老母也叫下來自己作東，分享到馮娟姐、老麗晨姐分享。嗨，大家好。好，三下來咱最後兩條嘅分享到係來自新竹市係表兄弟吼，記得係鄭元敏老徐明偉送上分享。大家好。哎，永偉吼，見來見後生嘞哦。真的，而且跟鄭元暢有關係嗎？是誰？不是，單純名字長得像。兩位姐姐哦，請教一下，都做導遊推薦嘛個好搞好食好料的嗎？要賣財爆財爆誒，哦，要蝦咩賣要蝦咩，蝦咩爆雞紅麴，地圖又爆鳳麴哦，哎對， Q 個。啊，盲食四個誒，我做講全台灣各地都享有，啲講嘅傳統食材啊，就做得發現到菜梯嘅一道地方美食，巷弄小吃。對。哎呦，該下糖這個胡天蘭講美食就特別好吃啊！天啊姐，又講哈，這麼每日老台個廣告，很像哎，尤其係帶個鳳嘴啊，但是它更和藹可親。嘿，挺挺。不過吼，談講誒新竹蛋茶安用聽聽聽哦，佢就要凍好食嘅東西係來自新竹噶哈。誒，新竹有什麼好吃的？還有什麼好吃的？外地就是加都南種的料理，那個阿妹佢用都幾年嘅。哦，對，所以我去食佢那邊有這個娘惹糕，娘惹糕，我超愛耶！娘惹糕從客家的水辦，加米土從我去幾年食過的公用，用安好食。哎，阿後生阿妹講，哈不是要掌聲鼓勵一下吧？好不好？再努力的1年，就來取代這個伯謙叔叔的位置。哎，沒錯，對，都考慮一下兩天啦。我覺得吼，新竹起去凍好高，又凍到好食嘅東西，所以咪推薦大家到撩面嘅書姐做啲食落哦。而且啊，新竹私家島 V 做的講係最後賞嘅賞識哎，我真的是非常喜歡這裡。等下我們也來周邊看一下什麼美食哈。你說看一下房價是不是？太貴了。好，馬上有金行踢館嘅挑戰。料理鳳玉蛋，兩廚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，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哋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廚會因為太緊張亂混粉末，還有兩廚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上唔到嘅料理呢？最刺激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好了，踢館係料理鳳玉蛋，然後先來公布一下今日菜色嘛。
今日做係腐乳燒雞。哦，挑夫姨哦，碗干又必须动盐蛋啊！我觉得玩挑夫姨也是蛮狠的，整个会跟主题不一样。好，县委排春马上都会猜拳嘞，我们这边派民委。莫欺负阿婆哦。没有，有在电视上看过胡天然吗？没有。好，没看过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总算就是助人。娟姐先来，等下，石头散哦。张大哥来了。好，1、2、3。哎呦，马凯！真的是换前面酱料哦。你们好棒哦，挑不一样。真的是换酱料吗？怎么那么芝麻酱？芝麻酱尾少盖。越来越偷哈，越来越偷天然姐没问题吧？麻酱啦，我们直接做凉面好不好？对了，好，来到英讲就是要听啊不一的去走嘞，所以代表剩下的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豆腐鸡去款捏了哦，要选哪一张？我选这张。好，自己数到3。1、2、3。啊！你看马凯，香椿酱。你自己负责啦。很痛哦。一体就摆了想要用对机。这样子的话就没挑夫姨手给，就是不同的酱料烧鸡，我觉得也好啦，也好。有做过香椿吗？没有。有看过吧？我跟我看过。没关系啊，那你等下先吃过再说。这个应该不是豆腐乳吧？好，你自己看。你打过来。浪费了啦！打怂开了啦！你点用唔要紧啊？放过来係嘛？我们这边比较年轻。好啦，第一擺呢係本醬料哦，好，看起來呢唔會太難，睇起來已經動厲害嘅，馬上嚟進行踢館嘅挑戰。兩組都已經出好兩個最主要嘅醬料誒，先嚟問一下，馮翠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那他已經透露好我們的戰術了。好。等下來談看下咱嘴的鴉片哈，有信心嗎？有。還是我覺得可能挺後上的。是不是不想跟博謙叔叔一組？怎麼？等一下，叔叔是什麼意思？叔叔是什麼意思？好啦，等一下嘅比賽可能佢哋有實力先扛起來。好，他現場馬上都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準備開始咯。你今天很幸運呢。剛剛沒問到你有沒有信心呢？哦，真的沒有問我。他不用問了吧？有信心嗎？有。當然啦。我們要問那種食材的挑戰才問他有沒有信心啊，這種東西，直接請他去買樂透了。沒辦法，每次都這樣子。哦，講得很委屈，那我們換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先考第6個。哦，皮尾線落去哦，最高680哦。你要干有線不你畫刀嗎？唔是。好。然後用廚師天數按摩。愛嘛？好啊。好。他考慮一下。我們勉強。但你上拜廚師天數按沒有好的結果。本經開到咧，係冇？買到啲嘢麻煩啦。麗晨姐，像跟媽兒講哈，平常時是配那個涼面下豆啊，你就那幾個做醃菜個嗎？見唔見跳一擺啊？啊？見唔見跳一擺試看看啊？上拜了比賽過後啊，下拜用我要過上來比賽咧，再以家鄉做名聲嘅，做先理想嘅吼。冇講，前面豆粉戲嘅，喺咩專業過後衝樂透啊？見到凍河哦，又啦，又傳到樂透吧哈。冇啦，哪有樂透好？就算有也不能講啦哈。太係咯。好，等下嗰度進嚟哦。好。好。來，你一下咧，讓大家講一下，你一下負責自謙哦，先來好好的自我介紹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今年17歲，老師的學徒。嘿，哪一家？俊斌老師的學徒。哇，名師出高徒。你都好高會當跳嗎？但是你啊，我還係有技師哦。哦，錯。好，你先做，然後接下來換元敏來自我介紹一下。我鄭元敏，17歲，哦，跟明偉一樣。阿炳，你都陽德高中咧教書係啊。你懂魔漢呢？魔法圖啊，起價會串燙，還會教書，還要把妹。哪有？你散紅係你吧17歲上喺高中幾多年生啊？就是3年。 3年生，估算一下已經徛木產，至少徛係3年呢。有。
口天黑唔也就会行的路吗？我汤巴想行那条路。好，加有决心就好。该了出村你想用的做？我想先煎在那鸡肉，煎到就上色，上色，然后再炒料。哦。那你做嘛？还先切张剪呢？用较好黑吗？嘿。哦。想展现刀工啦。你要不然修黑嘛该？香菇的水。哦。而且他们备料的速度好快哦。鸡料会专业出身呢。哦，跟人家的偷鼠钩还有发现到料理是你们想象中的好玩吗？还是很辛苦？好玩。好玩，哦哟，那还会有热情哦。因为就可以是想讲我先读个餐饮科学区，一定有个动力跟初心嘛。对。你为什么想读嘞？因为我对这个本身很有兴趣啊。觉得好赚？对，我没有觉得好赚。餐饮科真的很辛苦哦。那一位就赚的蛮多的啊。哦，这边吗？又是偶像嘿，甚至是真的吗？真的哦。对啦，是真的偶像哦。我突然想到，人家都有厨师天数矮哦，我像老师呀，偶像的天数。哎，对呢，偶像。哦，老师，哇，可以准备退休了。你不用难过了哈。因为记得第一个双礼拜成绩已经打好嘞。我先偶像，也是你的姓上。来，偶像，那就我了，来。他刚死抓住，你有看到？没事，不可能，不个，像你没可以了，可以爱你讲春汤买些，可以那是好排队嘞。哎，你的宾果厨房都安用甜音的。对啦。我突然想到，人家都有厨师天数矮哦，我像老师呀，偶像的天数。哎，对呢，偶像。哦，老师，哇，可以准备退休了。你不用难过了哈。因为记得第一个双礼拜成绩已经打好嘞。没有利用价值了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。如果说你们确定要老师帮忙，要什么阶段的话，等下先关否要用哎哦。好。那牌子拿得这么快，来预备起，初试天数矮，我先拿一下，拍嘅啦，这个，今天很汤，阿切喂，记得啊。哦，你喜欢呢种子小鲜肉，那几度黑油呀嘛该，幾油。好啦，技師開始。好，一個鐘啊，你每套就拉嚟。啊，蒜頭放下來，香菇的本期爆香應該香味才會出來哦。好。这速度真的很快。一個鐘嘅每套做得咧，拄好咧，唔是老嘅痛啊，跳住都唔是。一雞肉等下水杯面，讓放下去燒，咁佢燒落安樣就唔會燙糟。哦。一個辣椒水杯面這樣放。好。蔥拍會先爆香。拍嘅。所以應該佢講呢個馬兒醬唔是啥個挑味嘅係嘛？唔是誒，都本佢燒。哎呦，那凍醬喺挑醬誒。應該是很香的這道料理。炒本佢滾，然後就本雞肉放下來，本佢燒2分鐘，本佢煮好滾。3、2、1，要蓋鍋嗎？唔是，哦，不是，不要煮都必熟啦。哎，煮不要熟。雞肉忙熟啊。係啊，不給收汁啊。給它收汁，給冇不要做。但牛好像不用辣椒的嘛。一種水味啊，擺就是那個讓它有顏色，水杯米。好，剛剛用差不多哎，但是要吃出一點哦。那學生那邊要幫忙了，大家都在來啊。哦，來，還要跳到阿姜哦。好，是煮好了嗎？忙，那你要會素食天數。好，通關密語，預備起，素食天數愛。好，我先偶像，也係你的姓上。來偶像，那就我了，來。他剛死抓住，你有看到？好了，林師傅，請就位。用按摩hand呢，不給按摩hand。哎，你會不會有一點不舒服？哎，不會啊，等一下我也可以用廚師。好，意思開始。那個醬啊，伊就到鄉村，還有個調味都調好嘞，然後就濕過嘞，用個每套就弄好嘞，啊，就把這個醬呢倒進來。記得韓語香菇水哦。嘿，那個醬啊，幫你炒過，你個香味才會較重。嘿。偶像，你不能讓你的粉絲失望呢。唔會啊。真的壓力很大，評分的時候壓力。香菇水，再加一點點沒關係。哦。老師應該都好高，是多鼓勵吧？係啊，30秒過梯咯。
啊，葱哥注意每长在落去哈。对。你们刚刚煎鸡肉的时候煎都半熟，也还有圈熟。半熟。哎用本去收汁收好了，就做得哎用。你等下乡村酱就留个香菇啦，那梅头就要较好吃。刚刚懂餐对喂，好像你的是最挑战的。哎呦，都输了，有问题吗？给牡丹。你时间到。够30秒就做得不用下去嘞。偶像就是这样，不能停留太久，一种感觉，一阵风而已。经纪人会把它用。但这个确定哦，等一下看一下地板又熟哈，要确认有没有熟。会变哦，我要给紧变哈。对，好了，刚刚用的你差不多，这批来倒数喽，天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铁管地度，哪部卡米西卡赞对不嘞？好，刚刚比赛过程当中呢，虽然力道都讲也重要，没挑副饮用嘅赛，不过两组都发现这酱料反而恰到好处，先对风吹拿到也给买中了，吃看呐。好，哦，好浓厚哦。也给中到好深嘞。哎呦。你调好些诶，马上因为没做点腌菜啊，该酱吼食落去系输掉，那个酱油完全融合起来。韩国嘅梅条系冻芡感，很深沉。它有点像是照烧酱诶，甜甜的。太好吃了，讲唔出话来了。太好吃都讲唔出包啊！好，等下鬼盘呢，来生枪枪来。好，来问一下两片哦，咱脆吼嘅小鲜肉，你觉得2位姐姐走龙用办呢？做米头刚刚好，唔会这种咸姜，唔会这种淡。我头摆是腐乳烧鸡，鸡都比较咸的，再加芝麻酱，会比较有一点点甜，日式那种照烧的感觉。哎，对，有点甜甜的感觉。你龙沙台北就学过用芝麻酱做的料理吗？凉面，对嘛？就台家想都是凉面甜甜嘛哈。不过两下走出了以后，台家咪做得考虑一下以后做得用麻酱来做料理。接下来呢，来学看哈，吉利龙沙走出来个乡村酱烧盖。哦，果然系名师出高徒，非常好食的每个油，还个咸甜哦，来渡河。哎，当好吃嘞！我要乡村酱落去吼，特别有冻甲以外，盐油又加碱都好哦。冻嫩，皮又差，肉又嫩啊呢。小朋友年纪那么小，煮到安用清好，甜咸度啊，度好啊，鸡肉嘛清好吃啦，连米头又入味啊。两位姐姐都不一定用啥清欧弄哦。还可以，普普通通。那如果不要谦虚的讲法的话。好吃，我觉得那个油还可以再少一点，刚吃嘴有点太腻的感觉。因为可能个乡村去本身是有油啦哈，不过咧，咱鼓励一下，因为烧盖吼，佮重点出来到盖肉嘅嫩土哦，记得把阿不冻紧紧冻好。等下就要看一下4分用版评分咯。先来抢你啊，准备师傅抢本分数。风吹，好，再过来看一下新剧师傅抢本分数。哇！这名师傅抢公平，因为应该你名咧系烧盖牛，所以你遐偏用个马尔酱去电到烧的时了，伊个会酱效袂出到盖牛比袂住。好，乡村酱伊的组合的元素好摸强咯，伊会像类似像沙茶，因为伊油是炒香的那种酱料，所以伊的时间可能好冲一点点，以烧盖牛地袂住，酱油梅头。你们老师好严格哦，老师避嫌呢。哦，阿你下问下恁师傅嘅想法。好，两套嘅料理都懂好食，两片嘅煎用嘅处理嘅方式都无相用，唔过切过章煎啊，而家煎到细面都。金凤哎呦，酥酥脆脆哎呦，那炒起来该煎用啊，它的味道还有收汁程度呢，这样会卡好，哎来显蓝对。风推料片呢，嘛懂好吃的哦，里面有加这个胡麻酱，因为底度就该白醋啊，所以会让它的个煎肉看圆，然后懂好吃哎呦。好，总共已经呢，我来做下个保养嘅煎肉啊，吼，几道种酱料都做吃做看呐。不过今日卢师傅呢，真好菜，除到两个挑夫仪，大家看见有乜嘅无穷嘅变化哦。卢师傅呢，虽然除了挑夫仪，不过睇起来我其他讲有乜嘅系让你不能做嘅无穷用方式么？来看呐。好。
吹条村恐龙与香菇啊、蒜头、辣椒啊、葱啊、好芥苗，最主要是爱手刀的咧豆腐鱼，上去啊。手刀介。哦，好，爱寸的，是寸爱啦哈。这但是重要的就是讲，又会係又鹹，又愛咧豆腐魚是不是鹹？所以等下愛沒有注意，好，所以來配料來切蒜頭。大家用眼睛看哦，因為雖然係豆腐魚啊，但是我覺得也不是算太簡單。好。老師在學校教課的時候，也會這樣子緊走緊講嗎？會，對啊。有在聽嗎？緊講，有。好。摸到該糖哈。他亮出春，你要想做出嘛該老，一般做飯冇平庸的。其實係好多咧都了到食材你袂拄啊，而清好多的香味。佢最主要，佢咪看到食材啊，香菇本就當到，但是兩片可能我摸到香菇的香味可能別多。我看因為香菇係咪先要浸過水咧？係要浸好咧。為什麼蔥要先這樣對半啊？好唔按醋啊！哦，我認為看起來好倒咧。別香，等下撈個蒜頭吼，向下煸，吼，向下煸。最主要係記得挑下就喺處理香菇嘅時，因為浸過水咧，因為直接切，所以啲咪含水凍過。哦。咁摸到水粘嘅，粘走來。它會煸出香。你需要學生幫忙嗎？唔是。哦。學生幫我是不是？好，大家看到你一篇就問問題嗎？交給你們兩個學生，到後告會不會就是一定會問題才會加分啊？對啊，給老師留印象分數啊。老師那個雞肉還會切嗎？樣都會用剪呢？等下直接係剪嘅，對不對？那你建議係會切高張剪，要剪高張切？我會直接係剪，貴地係剪，你好平均啊。我感覺看過就都已經剪雞肉嘅區間纖維，給它劃刀斷筋還是什麼的。沒做對啦哈。會劃刀，等下開始會劃刀，因為。嗰個筋的部分哈，都好會揪起來。啊，等一下雞肉先入過嗎？唔是。哦，乾炒哦。哦，來雞肉哈。而家貼片無加油，按用比香味會較多係冇？係，因為等下嗰啲雞肉會向下下剪。劃刀要嘛空調嗎？呢度筋頭呢度已經係冇落去拔開來哈，剪嘅時候就揪起來。呢度這邊凍盤，呢度可能是咪摸熟。哦。開始拔開來，把個，所以也是小細節，讓大家負責。當然咪看起來係按呢種春湯買些，看起來是好睇的咧。哎，你的賓果廚房都按用便宜的。OK 啦。那就叫漏胎，喜歡加 C 妹，因為佢這種開張，他被拒絕。這樣講出來，你有問過他的意見？就。哇，我們的食材很澎湃哦。哇，你定義白了，你的目的很明確呢，哈。你很愛呀。就是要把食材的錢拿回來。也是皮先下去了哈。皮也先下去。豆芽片全芒咖椒哦。哦，我撈緊濃綿綿哦。係。譬如講大家豆腐較好煮個豆腐魚燒雞嘅時節哦，因為不同種類豆腐魚就會建議一下大家嘛。因為呢個好酸辣，是有個辣味啊。啊，線上的學校嘅時節，你印象最深刻嘅頭菜係乜嘢？客家湯圓、福菜肉丸嗎？好，凍厲害啦。哦，冇按到油，硬是把佢煸出來，用個芥油。哦，芥油。你將下就當香誒，香菇嘅香味已經出來。要看一下。哇！十個以下，師傅就會用一啲啲油，你好夾。好。那個煸香菇剛剛一開始有加油，是不是叫我老油就強強？誒，油冇按辣些，我哋是加一啲啲油下去。哦。哇！就要用剪刀叉叉的哈。誒，剪刀叉叉，等下就拿出來剪，然後兩片是蔥拍落蒜頭，落去煸香。豆腐魚落去㗎，係咪會凍結出火來？係，因為呢一種醬料要凍會出火來，所以但是油會煸香，油降去出火來，所以梗係時間凍重啦。應該靜置係嗎？係，我等下去切。是處理每一種肉都要靜置嗎？每一天，這些係看嘅，梗係等下去處理嘅過程。重點是唔是靜置，只要切切就煸下去。因為我看這種已經煎牛排嘅時節，佢講我先靜置。哦，牛排是愛。哦。豬肉嘛，因為降出火來是拿開來，好煸落來，餘溫。調油。咁啊，
会加调油啊？佢個神木然後香梅，所以我用嘅豆腐衣冇按多這樣嘅。哇，他就加胡椒粉，加下兩片全冇加嘛，哈。冇。那老桶嘛？哎，還有兩桶，也是要炒過嘛。哎，在學校教書啊，會請學生來停手嘛？冇啊，佢哋都咪停手啊。我真香咧吼。今下佢會炒火啦，所以先離火啊。哇，炒到異香啊！要炒香梅類，香菇水。佢應該都係加，而且唔記得講到咧，佢應該呢邊咪要酒啦。哦。米酒，所以應該是摸不到表米酒嘅，講下米酒梅頭出來咧。好香哦！你還會切工嗎？嘿，你要切工。你需要請學生幫忙嗎？唔是。哦，會怕嗎？唔會。啊，今年永偉繞場基隆沙，班上人應該蠻多的吧？基隆是一個，我哋傳資訊不基隆是一個有興趣是會不一樣。很上進。所以其他人都被當掉了嘛？哎，每件都板熟哈。而且以前都看太低哦。對呢。哦。哎，可能剛剛有化開來，用那邊看撇，看太耶。哇，這樣看起來好好吃哦。沒有。底下先俾豬肉片，你可能皮還係當個很切。其實皮凍腳是會做到醬咧，所以先讓肉煮熟，等下就叫嘅時候咧，醬嘅梅頭就落去咧。最主要即係講牛嘅梅頭。不是牛嘅炒公蝦。上擺攞一個書姐就是個阿邊個煮嘅料理嗎？冇咧，睇一擺啊。睇一擺哈。那種等下添下多都會翻來。係啊，就幫飯啊。像兩套菜熱天愛香菇嗎？假使冇香菇應該未做得啦。未做得，但是基本上不用講到香菇，其實會相輔相成。好，因為那個生物的醬，還是跳了些當中。哦，醬下醬油會調過啊。咩？蔥啊，呢樣是。它本蔥嘅沒弄到暗霧。哦，所以分2道。2道工。好風誒。哦。哇！師傅做嘅就係冇強用嘅哦。好。豆腐衣燒蓋。阿娘出好勢咯。师傅出來之後就猛出用細細氣口，都是這個關鍵。開起來吃看吶，一聽到這個叫比較香的香菇。夾香菇真嘅保留佢嘅盤嘅嗰種厚度口感，唔夠十分香。師傅做嘅雞肉真正非常的 juicy 哦，啊咬落去嘅時之後，佢噴出來梅時候，完全有個豆腐衣嘅味道。到按短嘅時間做咧做到安樣，師傅就係師傅，冇簡單。真嘅，這皮行喺擦擦，唔夠底度，肉嘅部分又嫩又嚼到醬料嘅。雞香菇啊，白過安樣較香。兩雞肉啊，麻青牛米。中醫嘛，中醫，南排吃做看呐。你常見知道咧？皮呀，脆脆的。哦，皮還有脆脆，而且米絲又較凍又脆吃哦吼。頭尾又先煸到凍蔥油。這個期中考評來，請開始。該香菇的米頭先按出來，按好先。哎嘿，還有機會還是甜點老師好。哇，很會做學，很會。來，等下問一下袁敏。我覺得這個非常的好吃，那個雞腿非常的多汁，它都把那個汁水用煎的方式把它鎖在裡面，然後帶豆腐乳的這個調味，我覺得也是恰當好處，不會像我們那個太油。來總算定英總嘛，該不是基隆沙雷了，都講你的好話咧哈。啊，你下問下丁師傅已經講款一下。好，用個雞肉來炒個香菇，我比較清香，當好先，還有個雞肉啊處理到輕軟輕嫩，然後還有包覆到很多個醬汁的底度，還有最尾面原來是到個米就個香味，然後帶出來個味道當好先。考試咯，大風呢都比較多嘅話，一下嘅米下就真嘅變做凍油層次。頭前一畢業，睇自家馬上來進行，我就變一下最背面一關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窮樣嘅故事。
伫主题公布过后，两嘴爱照定题目来做料理。到底会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好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哇！今晡日啦吼，呢一套呢董事行，哎呦，因为呢最近太期間呢，因為要增肌減脂嘛，脂肪。我所講呢都是食的東西啊。動到嘅要求，減糖飲食動因為舉的話，你要好像很犧牲啊，很單調的飲食啊，其實唔會哦。古時候呢，你要出催眠啊，後你要關注很多減糖、都好吃，怎麼大家沒反應呢？大家都覺得減糖沒有很好吃，是不是？其實還會走的咯。你也需要減糖哎。他要減的比較多一點點。你也是。好啦，風吹兩位姐姐之後講。董好食，你知道200我帶來催眠的嗎？好食嘅套餐，好時機哦，好食的嘅套餐一個 set。哎，做嘛該不想2個嘞？因為矮妹啊，哈，年紀有點大了啦，哈，想說做一點輕食的嗆出來還多的啊，讓他的心血管跟他的腸胃道啊，它比較好吸收啊。哦，所以想說做這個菜啊，然後媽媽也。非常喜歡呐！啊，楊偉凡呢帶點愛來出發料理，一聽懂唔到？好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大家都看一下咱出的阿片，你看基隆沙瘦的跟猴子一樣，可能在刺激我。今天要做個菜式，按照嘛改名嘞？雞腿節瓜麵。到底為什麼要做減糖飲食嘞？我就家肉胎喜歡加 C 妹，他被拒絕。哦，拒絕的原因是因為佢胸太長。你這樣講出來，你有問過他的意見嗎？還是胸高。哦，所以基本嘅倆頭菜係為咗，有一點像是要幫他挽回男人的面子。還是想講大家吹注本其實，自己加油。好。啊，最尾一關的吼，等下你兩沙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非常好，加油加油！用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這樣開始。很開心咯。其實今天這一期啊，壓力蠻大的。哎呦，因為你倆組吼，姐姐不然懂不會做菜，個學生誒，他們很需要鼓勵。啊，今日倆頭主題哦，減糖飲食，等下我們做得到大家分享一下這個觀念吶。可是你是失敗的例子。我成功，失敗為成功之母就唐功嘛。哦，OK。大家來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要滾了才能下去。喂，這個嘛滾嗎？吃盤子的意思嗎？那是盤子嗎？要給肉啊哈！哦，因為想說減肥不用這麼辛苦吧？加一條線正狗啊，它不給熟啊。哎，它屬於白肉的部分呐。哎，給肉就雞肉、雞胸肉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油脂，所以我們先讓它蒸熟。哇，我們的食材很澎湃哦，黑影片、杏仁片。那這個呢？兩碼雞？五穀粉，五穀粉。還有剛剛夠落來哦，懂哦，很好的油脂哦，對，真的很棒。還有像倆麵條啊，每動因為許多講啊，吃麵不是澱粉嗎？啊，用總得減配，其實先炒個食材就，像這個用小麥做的嘛，對，很精緻澱粉，倆還動吼，比方講該下講麥片啊、杏仁片，沒動吼改澱粉。像這個五穀類啊，基地為油啊，就會對身體好好的油啊，偏軟呢。看起來他們應該勢在必得了。我來看，該還拍攝該管係嘛個？你哦，這是杏仁，就是牙嘛，杏仁奶。哎，我們帶這個來哈，給它就會給本來上就安用啊哈，用調年去用，哎磨成漿啊。這是你自己磨哎，自己磨磨成漿啊，那長會好吃的，對身體長會好啊。哦，啊已經磨很好哦。哇，你挺一百了，你的目的很明確呢哈，就是要把食材的錢拿回來。這些都是我愛的食材耶，很讚的哦。好，先幫你準備一下，好嗎？好。什麼？哇！切得這麼漂亮哦！對啊，這是把節瓜燉做麵條嗎？對，嘿，好厲害哦！兩位的刀工都很不錯哎。現在是在考試是嗎？哎，對啊，要打分數哎哦，要打分數，要打分數。但是你們的節瓜顏色好不一樣哦。這個大家都韓國哎。
韩国雷会烫血管。哦，我爸种的，是金宣虎他们家种的吗？怎么有人叫我家吗？你们有看到那个酥肥鸡胸肉吗？好美腻哦，人家舌木是粗的，人家嘴嫩嘅虚啲咧。哦，亏得到后生嘞！你怎么驼背那么严重？太高也会有困扰。所以我故意站这边，你有发现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流理台是为张伯骞的高度设计。那这个节糕我现在抛坯吗？冇，那就给它皮的颜色，比较厚宽。好像营养价值没还够了哈。哎，我看到元敏那边你在切什么？可以切这个核桃。哦，这么高的切过，把那个核桃切碎，在节瓜面煮完的时候撒上去，会有一种脆脆的口感。哎，好厉害哦！脆脆。基本泡泡的嘛。优格，系摸通的系吗？摸通的。那旁边那位呢？吉中。哦，有复合的客家美食。哎，我觉得有厉害耶。分给四川啊，就吃到讲有用心嘛呢。那我真的偷偷问一下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准备的食材很厉害，你就老给太特建议一下吗？多多少少有来建议，但是豆豆还是少少。大方向老伊讲哦，因为又扯东西，又远的东西哦，又嘛个又，老伊讲方向，佢哋是开咸东西，还有神木哦，当重要嘿。那现在做的是，我现在一个桶一下系吗？嘿，我先通锅，然后来炒枪在那面，用一百度，中间还是厚的。我蛮想看你炒节瓜面的，我觉得这道菜选极酱蛮聪明的。一样哦，香菇先找一边哦。这个是刚刚学你倒炒系吗？干炒啊？可能佢哋有很多要跳學嘅。哎，他光明正大的學，好吗？这个是老师学校教的哦。就先学哎。哦。好，我们等下再回来，要标一下，等下再来看节瓜面。这会太久吗？煮意大利面还没有选事件呢。对，要选事件呢。哇，你们有看到那个酥肥鸡胸肉吗？好美腻哦！人家舌木是粗的，人家嘴嫩嘅虚啲咧。哦，可以得到後生咧。哎，葱頭係咪有先落去冰鎮一下？嘿，有啊，你要冰。較甜吼。蠻唔暗辣，蠻唔暗辣。啊，第步除了葱頭還有乜嘅？番茄奇異果，還有那個檸檬，不用加橄欖油。哦，我來給大家考試一下哈，從幾家下講到嘅 tomato 小番茄到牛番茄，假設要食甘湯嘅料理，你會選哪一種？1、2、3，太菜牛番茄，你們都這麼厲害哦？西加會較甜啦，厲害，太菜會較酸。我這種問題考師傅我就，除了蒜豉還會加啲係橄欖油啊，橄欖油會太多嗎？因為它有菜，它才會沙沙醬啊，哎，對，有點沙沙醬的感覺。哦，這醬感覺超棒的。放一點鹽巴。好。哎，喂，杏仁係直接倒落去哦。哎，我要磨成薑濃縮的呀。因為佢家好 nail 啦，西式啦，西式的。哦，其實佢家下加硬多嘅橄欖油唔怕，因為橄欖油係凍後嘅油分攝取啊。哦，古說一定全部等下會攪香下，等下係食冷嘅咯。啊，五穀粉和奶油椰蛋，等它表壓，它才有飽足感。好棒哦！對，因為呢個因為知道講減湯嘅飲食哈，我食唔飽，所以這種很健康的澱粉是很重要的，讓我食飽。夾了，你等一下是不是要給它捲一下？哇！在你們家吃飯好享受哦。對啊，好了，剛剛要到尾差不多都去看個到尾煎節瓜麵，好，加油！哎呦，要變挑馬個醬，這個是剛剛的優格加吉醬。哇，那個節瓜麵好漂亮哦！節瓜不但冇味透，我調味就當蔥又有香哈。太乾了哦，加黑的胡椒粒哈。對。有一個香味，啱個會比有一些白豆係冇？應該不用一百度炒。哦，要拉炒香哦。對啊，可能炒過還香哦，要不要？可以。你們剛剛調的那個醬啊，優格撈吉醬的比例係幾多啊？2比1，優格2，吉醬1。哦，因為減糖嘛，所以冇很甜啦哈。你怎麼駝背那麼嚴重？沒有。你應該180吧？來站直。再站直，對，好，這樣煮菜，
太高也会有困扰。所以我故意站这边，你有发现？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琉璃台是为张博谦的高度设计。那个我发现他已经这样了。排泄了哦。对，差不多了，黑猫。对，看因为好，记得要坚守要翻过来哦。哇！我要喝很大杯，这个一定很好喝。伊都有加下准备个汤啊，系加落去。加一些甜甜。是加这里还是加这里？加一些的甜甜。凉么？加嘛又一麻，买一些甜甜。好咯，加牛可以了，都差不多了呢。那做好就好诶，来你倒数咯，现场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看啊！水杯面啊罐，甘糖同好生，奶煮卡站到咧。耶！大家好，甘糖同好生，先来吃看那风吹，几只 set 的套餐哦，吃看啊！那最起台咧香菇肉，很嫩嘅，非常嫩哦。那个酱料很好吃哦。哎呦，非常的清爽呢。质感摸嘅很硬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喝。那底肚含有龙猫片容易增进动饮油。你家下去凉沙小女讲啊面或猪香球，唔会拄好。小女是咧唔辣。这哦，其实呛呛的呢，其实清雅哦，真的很健康哎哦。好棒哦！那个面给的米头味酸酸甜甜的，鸡胸肉啊，配这个沙拉，还有加番茄味道，让整个鲜味又更提升了，就是这样前菜的感觉，很开胃。你下那种天气放在那面腔刚刚好。唔讲鸡凉沙唔但常会做，啊鸡味会讲。好，了下完是咱水做嘅，了系节瓜面，对，哦，我是看哦。鸡白色都节瓜面呢，吼。没咯。哇，然后上一看冇 Q 用哦，佢喺节瓜呢，係要切，唔過唔會生哦，條面要夾鬼好。节瓜可能佢本身嘅口感係啊 Q 很軟呢，一放到cái硬果強下去咯，口感凍扎實。我喜歡呢，這個節瓜面，其實口感好棒哦。冇想到優格做得落嘅結晶吼，凍夾味呢，因為出係酸甜嘅東西。有上面。煮安用先好，懂厉害哦，这都师傅味啊。他那个荆棘酱啊，捞给优格穷他用啊，哦，很清爽，很好食。两百手好起来，哎，好起来咧。嘿，假使蛋熏是要結晶吼，可能冇買香味，加一點奶香的優格凍好選。哎，相當大家吹本來露台，用你可以加油。如果他還是追不到的話。都你去追，好，我喺廚度前景凍好，因為俺後生嘅已做啲用俺用嘅乾鹽嚟做俺好食嘅料理，前景唔簡單。等下就要看一下涼沙師傅用辦嚟評分咯。真緊張，因為兩組呢都真緊張的。先來查列阿斌師傅搶本分數。藍錘，哇！得到線上嘅肯定呢。好，糟糕的觀察，選舉師傅搶本分數。風吹平手，阿斌師傅搶公平。呢兩片料理村有七界，你係梅頭，啱是呢一片嘅菜啊，叫起承轉合。對，叫起承轉合梅頭，這是落解關於切啊梅頭，佢落解要最主要配落解醬料要起承轉合。呢一片伊係順好開胃，所以係好酸甜，因為酸甜梅頭其實係好強烈，一下子貴州梅頭是辣起咧，電腦係講杏仁奶下也這個講究轉折啊，伊啲係單一個菜色嘅，其實又動到會轉折。林師傅你有看法咧？哦，我會選個風推這片呢，黑矮石頭料理啊，有很多個層次感，有一個生菜個脆度啊，還有個麵，還有個醬啊，我當好是最杯米呢，有個氣鹽茶個香味就帶出來，整道料理呢就是有一個很香個味道在。啊，那個杏仁奶呢，有吃到裡面個燕麥啊，還有個非常滑順個口感，吃到呢這整道菜呢會非常的融合安用。啊，藍推這片呢，佢打上個地方係雞肉啊，煎個時間做啲撈一絲的鹽啦、胡椒啦，本個就個煎個有那個香味出來。那搭配這個醬呢，這樣會比較融合安用。秦夢，前輩給的建議。
不错。古时候两组哦，你真经喺感受到味蕾上呢很惊艳，有感呢食到空间，接下来马上就来颁奖嘞！耶！好啦，真经两次料理哦，两组都表现得十分好。古时候呢，评审们当然觉得两组都係大头名，就恭喜风吹得到10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咧看一下咱水里阿片，今天非常好，上面非常厉害吼，所以得到1500塊嘅加菜金。第一擺參加就做大頭名哦，呀，後生真嘅又厲害。接下來呢，李晨姐瞬間移動了哈。哦，老太想分享一下兩擺參加嘅心得。要不要參加哈？聽一擺咯，聽一擺咯。哦，可以把艾米迪夫卡斯的東西啊跟大家分享，然後我覺得非常歡宜呀。然後希望可以跟大家互相交流學習這樣。鳳娟姐，兩擺參加嘅心得，做老太講一下冇？真歡喜哈，來老愛母愛來參加倆聽一擺嘞哈，大家認識，大家交流，母愛又好了哈，錯，母愛又友好呢，真歡喜啊呢，嘿，唔係媽媽來上嘅節目過後，多數係會上，會哦，恭喜，謝謝你們。希望你哋肯來來哦。好，接下來訪問一下哈，你看俺後生，俺會煮，最重要的是還會講到俺長俺榴蓮哈，真的不簡單。我們請明偉來分享一下兩擺參加嘅感想，好嗎？今日我天日多來參加呢種節目，我好多按度，我向啲坦白我做嘛該看得清楚，我會慢慢訓練自家，很開心。前途真的不可限量。他爸爸又講到按好哎，他一擺吼，你就直接來主持就好哎。又講會煮菜又有顏值。你價錢要開高一點，這樣我才有機會。好了，接下來訪問一下袁敏啦哈，今天美做得很棒。那大家分享要不要參加的感想？我來到這個節目非常開心，我也是第一次錄影，所以還是會有點小緊張。回去會把客語練好一點。要謝謝俊斌主廚啊！你看，永遠點滴在心頭，感謝心上哈，我覺得真的很棒。非常好，恭喜！韓國吼，真正會講一下，因為基隆沙俺後生，因為我17歲的時候，他們都有做嘛嘅，跟米羅一樣，還很茫然。記得我昨天安用英喊出來，讓自己行動力，追求夢想，真嘅唔簡單，總上鼓勵一下。哦，真嘅哦，不過係你看。每個按友好，帶媽媽去下來啊，特別分享料理，也係兩個按3萬嘅學生誒，就發現到，哎呦，你節目啊，當中有一種寓教於樂嘅功能哦。我想睇起間呢，不管你乜嘅年紀，所以講你對料理哦，吃到當心頭，所以講料理本帶到心態快樂，分享你來到都也特別分享料理帶本你嘅歡喜。係啊，所以你嘅心關顧哦，要揸好煮菜嘅心。好食嘅節目，請歡迎大家共下來報名參加哦。我們就依家自助帶你共下來參加哦，拜拜。拜拜。